中毕业了后，就家己住伫咧外口。拄开始的时阵，我感觉应该会真好耍真趣味，因为我就介意家己保伫家己的厝迄款感觉。我嘛会轻足济迄款影片，可能是别人伫咧教讲厨房要安怎用。会较舒适，也是要安怎收物件，较袂定地。毋过家己住了差不多半年了后，就感觉甲我想的敢若无啥共款，因为我就要家己注意讲，啥物时阵会停电，也是讲啥物时阵大楼爱洗迄个水塔。虽然讲甲我想的无啥共款，毋过嘛是一款经验的累积，无讲真趣味啊，毋过是我家己的个人的经验。厝对我来讲上重要的应该是爱有一张舒适的碰椅，因为我感觉若是有一张舒适的碰椅，碰椅的深度爱有够深，因为阮厝内有饲2只猫仔，我就是要有一张碰椅会使甲阮2只猫仔做伙倒伫咧碰椅顶悬放暖暖。对我来讲，睡厝应该就是一个暂时的所在，暂时会当住的所在。因为我上大的梦想也是有一天会使买一间属于我家己的厝。因为若是我有家己的厝，我就毋免烦恼讲，若是契约到期了后，我后一个所在要搬去倒，也是后一个所在的空间敢有甲我想的同款。我前几工仔问阮母仔即个问题。伊甲我讲，我细汉的时阵伫咧马路顶悬，听到有人咧话讲歹铁通买无，我就甲伊问讲：妈妈，他是要卖坏铁吗？即件代志应该是互伊印象真深，伊才会到前几工仔都咧甲我讲。我应该是为细汉的时阵就真爱问一寡台语哩哩扣扣的问题。但是台语是一个人，我感觉伊应该是土地公也是土地婆。因为土地公甲土地婆是人人知的一个神明，就敢若亲像台语是每一个人拢知的，每一个人拢知的语言，佮有台语伫咧每一个所在的迄个腔口拢无共款，就敢若每一个所在拢有属于迄个所在的土地公。厝对我来讲。应该爱有一只真舒适的椅仔，搁爱有一块真大的册桌仔，因为真侪物件拢会使伫即个桌仔顶面完成，亲像你写功课做功课拍电动，搁有创作。过来伫外口说的厝对我来讲，敢是一个家？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迄上无是一个会当掠风遮雨。会当互我休喘的所在。有一摆，我想要买点心互拍片的朋友食，路边咧，我就看到有一个阿伯开迄个发财仔食，咧买葱仔饼。我就想讲好，我来买30张好因为我有小可咧赶时间，所以我就甲车停伫路边，就车甲阿伯讲，我想要30张葱仔饼。我有小可咧赶时间，伊就问我讲，你要遮等哦？我想讲。对，伊有明白我的意思。对，我伫遮等就好。阿伯就点头，开始做。时间1分1秒过去我开始感觉有小可奇怪，我的葱仔饼是安那袂好。结果我发现，我迄个30张的葱仔饼其实早就好阿伯即摆是一张一张咧帮我加蛋，咧帮我加卵。伊头拄问我的问题是。你有想要加卵无？毋是问我人是要加蛋无？我感觉伊应该是一个真优雅、我经生活搁捌土开的一个阿嬷，有小可日本的风格，介意食芳，嘛介意家己动手 DIY。我是甲2个朋友做伙洗厝的。我会记得有一摆，我叫外送的时阵，物件来了后，我就拍开来看，会倒位怪怪的。我点的是鸡汤，伊甲我送卤肉饭，就规组拢毋对根本就毋是我紧的经。我就想讲，不要紧，我甲物件摕掉，搁点一摆。后来我就伫客厅食我的鸡汤。迄时阵，我朋友就为伊的房间出来，看到我咧啉鸡汤，
伊甲我问讲，好，你送的物件敢是送毋对啊？我讲，你哪会知？伊讲伊嘛是，阮才发现，阮摕到对方的物件，伊就讲足趣味的，足好笑的，今日阮拢食免钱的。对伊拜了后，若是有外送，阮拢会互相确认，莫阁无说你摕毋到物件，阁食免钱的安尼。对我来讲，厝就是爱清新舒适，阁安全，会当放轻松，好做家己。若是甲别人做伙睡厝，住伫同一间厝内底就爱互相尊重。若是拄到啥物问题，也是有啥物想法，拢爱讲出来。讲实在话，会互相斗相共。甲别人住做伙，记忆嘛是一款共同创作的感觉。我原本是完全不晓讲台语的，为着要拍人生要顺袂，我就开始逐工讲台语，逐工练台语。若是拄到会晓讲台语的人硬要甲伊讲台语，最奇怪的代志就是，阮讲无几句，因全部拢变做用国语来开讲。我就想讲，我的台语敢有遐尔拗古？若是你甲我讲台语，你的台语会愈讲愈烂咧。我感觉台语若是一个人就亲像我的厝内人，就是迄款足娶的阿舅，也是阿姨，无结婚，无生囝，四界佚佗安尼，足趣味足好耍的。毋过大汉了后，我就发现，恁其实足有程度，嘛足认真的。会当为迄边学到足侪物件，亲像学干仔地豆无地看安尼。我徛喺台北以后，拢是咧睡厝。我想起来较特别经验是，我拢会拜拜。我有一个足介意的所在是拄起好的厝，我就甲土地公讲，希望我有一天会使我入去遐住。我即马就真正住伫遐，我感觉足趣味的，即马嘛足欢喜。我感觉睡厝嘛是我家己的家，我伫外口做工课，我等去厝了后，我嘛想要放松。我感觉放松的物件就是冥想，阁有我最近嘛有咧学音乐，我有咧学吉他。弹吉他嘛是我感觉足放松的一件代志。阁有上重要的，我感觉等去厝会使看到我的猫仔，我嘛感觉家己会使充电，我感觉会足欢喜。我其实就早以前无徛台北的时阵，我咧学讲台语的时阵，拢会去厝内底的人笑，会讲我讲了就袂认得的，我就开始就毋敢讲台语，是真正我开始伫台北做工课了后，开始会有足侪讲台语的机会，我才开始有咧讲。我有一摆咧讲台词的时阵，咧拍伊咧讲台词，足紧急的。迄个台词爱讲，赶紧叫救护车。我爱念足紧的，毋过我一直拍甲念无好。我即马想起来，感觉真好笑，大家会使练习看卖。我感觉台语即个人物应该是一个足温顺的老西施。伊可能透早的时阵会伫公园泡茶，我若准备要去上班的时阵，我若经过公园看到伊，伊拢会足好笑型，拢会甲大家拍招呼。我一透早看到伊，拢会心情足好，足欢喜。有一届我生日的时阵，拄好着 COVID， 规定爱伫房间内底隔离。也是讲我大学室友嘛是帮我准备鸡卵糕替我庆祝。生日快乐歌唱煞了后，我要准备分垃圾的时阵，伊大家着惊大声喊唔通分，因为迄块鸡卵糕是要准备大家公家食的。一个上重要的就是斗阵大的人，住做伙的人若着啥物代志拢嘛真欢喜。睡厝的所在当然嘛是一个家，亲像室友甲我斗相共照顾我的猫仔，也是讲阮嘛会互相关心，问讲你今仔日有要倒来做伙食暗顿无？这种生活代对我来讲就是上重要的小事。因为我之前有去韩国做学生，我的韩语讲了比台语较好。
韩语的真食甲台语的真食的发音上像。我会记得头一摆我去林森北水门买食品的时阵，有一句台词是“伊真正毋是歹人”，但是我一定讲做“伊真正毋是歹人”。导演就发现，为虾米我的台语讲了亲像韩语共款。我拄仔看完邮箱注写的册《花开时节》，这本册内底有足侪教性的对话是用台湾字落去写的。看煞了后，我感觉台语亲像册内底的小女共款，穿着游装绑双门尾，是一个清气、幼秀、温顺的查某囡仔。我自细汉拢是住伫咧厝内。旧年我伫咧苗栗有租一间厝，做便当店，家己咧卖便当。因为伊有1楼甲2楼，我家己是住2楼。有一天暗时，我就落去便所，我就想讲，哪会拢是烟，就足奇怪，真正规间拢是烟。落去看，才看到阮兜后壁有一支电风家己烧起来，但是嘛无插电，嘛无安怎，我嘛毋知影为虾米，伊就家己烧起来，烧起来规间拢乌酥酥安尼。我就想讲，要安怎紧甲厝主讲者，厝主嘛是甲我讲，有安怎无？伊嘛敢若无代志安尼，就讲有安怎，我无啦就烧起来讲，爱说你，就安尼。我想讲要规栋，甲伊买起来，嘛无遐济钱，足贵的迄间。我感觉有名称，有一台电视，有碰椅，安尼。家己住了舒适就好，自细汉，阮阿公、阮阿嬷、阮爸爸、阮阿祖拢咧讲台语，伊就有讲，因为自细汉真正是分袂清楚柑仔甲蛤蟆，我是真正分袂清楚。有一天，阮阿公就问讲，你要食啥物水果？我就甲伊讲，我要食蛤蟆。伊就讲啥物蛤蟆？我讲无，就迄蛤蟆，我搁比互伊看，我就食蛤蟆。伊讲迄柑仔啦，啥物蛤蟆？就分袂清楚，一个有读册在地人，这个人就是互人愈实在，会愈知影伊心内的物件是啥物。